后来花莲的光复乡在后到打过一礼拜啊，到中昼为止有18人死亡，还阁有6个人失踪。早起伫咧我下游的嘉里洞，阁发现一具男性的遗体，伊是农场的员工，一个64岁姓蔡的乡亲。另外，伫咧河床边仔沙石仔场，有一个失踪的太太也被找到。因为7天人道救援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各县市的消防队是陆续来撤离。刷落来，只会当靠花莲县消防队、甲国军的特战队，还阁有民间团体继续来搜救。伫咧规片未输是红门土的土骹内底，发现一个查甫人的遗体，放在伫咧大片的烂土当中。军内的人用手摒洗咧乌。今仔日早起，有民众业者伫咧光复乡嘉里洞发现通报。另外一边，伫咧我河床的沙石仔场，有5台我的手当时咧作业，因为敢若有一个失踪的妇人人伫咧遮。在后第7天，因为人道救援的期满，各县市消防队拢陆续撤离，人是减真济。要找村的失联者，难度是搁较悬。所落来补赎，每一个人拢是关键。嘉里洞桥现在目前已经结案，那我们已经把特战队的人全部撒在这个到处开口的河道。除了在地花莲县消防，国军嘛派特战队，有民间的搜救团体自愿来支援。那今仔日的搜救行动，花莲特搜队先到正旺沙石仔场，要找伫咧工作中失联的黄姓妇人人，按算要开1天的时间来挖。那嘉里洞附近，国军是行水路、地毯式超车，民间团体是到失联的地点继续找，互大水冲去出外失联者的下落。那目前只剩下正旺砂石场这边的住屋还有约80坪，当时的老板娘有亲自打电话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列为重点。就惊时间拖愈久，若是烂土恶清，搜救队伍的人甲体力嘛拢是挑战。不过做伙合作，积极找失联者，无要放弃任何希望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